穿的好看，是不会跳，太小了。昨天晚上那两个吧，应该是。你要运气好哈，这儿里有空位子。哦，这2个都没来。现在有几个踢足球、看球、打球去了。去这儿就穿了这个衣服。喂。哎呦，金明不要送了，那个现在拥挤来不来都不知道。
杨杏儿可以啊，杨杏儿每天都要来。永吉的2个还没送呢，一个是泰国那个网友永林的还没送，你的也没送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今天晚上也不来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这个你给小编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这个杨杏没事儿，我随时可以送，每天都可以送。那个永吉就没办法了，有些1周来1次。这2天有可能不会来，明天他们应该要补吧。明天星期6，但是好像要上班，好像明天要上课，学生也要上，明天要开家长会的。如果今天有可能永吉来不了，就要注意一下那个泽兰姆和0号要来。巴西取证来了。米老虎好好喝哦。哈哈，主要是永吉没来呀。明天礼物天还送水果，送5个人的水果。我就愁，就说让他送过来，他没来一个。我说是用花店那边送，因为花店没有订花那些嘛，不好。那明天刚刚你送那个小棉袄送花嘛，再加水果嘛，我那边就应该有5-6箱水果，5-6个人嘛。带中的住院，带中来不了，晚一点送那个走马猪，送小罗，李康卓玛，还有小罗，还有5-6个吧，好像搞忘了。Yeah.
没看到嘞。哎，那是我木吗？我木，他哥就在那儿。睡着了吧？
其实昨晚回老家了，还几个月之后才回来。这个叫啥？没啥搞到了，又不好意思去问。反正挺高的，1米7，要75吧，73左右。我去问清楚他什么时候去。这个图片你们刚刚看了吗？还有啊，第2盘吧，第3盘，还有走马车，有佳木，有真永二，好像好多。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去，他没有写时间的嘛。9点半每晚9点半，那每天晚上呢，每天晚上9点半不知道哪个位置，他们哪些人去了不知道。要和江波在一起啊？要和江波在一起啊？啊！丽丽今天好漂亮。她穿了服装，我觉得好瘦哦。哪个？丽丽。不，年轻人人家本来骨架那些都很。觉得太瘦了。年轻，这个年龄瘦很正常。对呀，也是哦。反正也没结婚，才对，一般他那个刚刚大学毕业嘛。我们这都是美女，都是美女。都跳舞都没长胖，看到。不跳舞会不会有不长胖？有关系吗？跳舞你不跳舞就长胖了。真的。像英卓那天没跳，都回老家，现在长了几斤，10多斤。英卓是哪儿？英卓没来。来了，刚刚来了。刚来了吗？没看他人呢。刚刚来呀。我们团队英卓嘛。对哦，对。哦，要黑衣服那个。所以他要一直跳，不跳的话就长好了。我还是去跟他们跳吧。你都不承认，你都结婚了，孩子这么大了，但是还是要体重还是要瘦一些。在那不的嘛？对啊，就走那不的嘛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来的比较晚，看看这8点20。那个李浩没来吗？没来哦。你爸爸妈妈他在外面吗？在旁边吗？哦，在直播啊。哦，好。好嘞。这个是走南部。
这是师傅在送，徒弟送。
徒弟已经送一次，以前走家族团队的已经送一次。这是地上取针，扎西取针，这是兰卡卓玛，这个是莉莉，这是加莫老五，这是曲咒儿，这个是我也是这名字不用说，这两个，这个是那个一系卓玛，而且这个不知道是，问这个清错，这是用二，这个是双大错，双大错，这个什么名字？意思，基本上是团队的。我来是吧？好嘞。芒果那个在哪不在那边？在前面，在这儿。哎，他都没看到，一个都没看到。张西出不来的嘛。这个有点快。哎，这两个才来。画点板。有动作的小弟弟，保护。
这今天人好少哎。活动结束点点人。这人还没来呢。有了。啊，应该是8点40。干啥了？戴帽子。应该会。哎，灯都没留呢。哎，还要来吗？那是还没到，他跟你同岁哦，19岁。19岁啊他。对，不知道他是他们那天晚上，对，在那边，在那个罗马那边。对，他拉过来在这边跳。对，这个摄影师跟着我。对，但是他应该不来吧？我昨天晚上跟他说了。哦，他应该没来多久，在成都来了多久？不到3个月吧。哦。最满大平时
不能，一点都不累哦。哎呀，靠！啊，那真正的歌唱比才是。啊，你看，那是真正的歌唱比。哦，活动比赛嘞。
哦呀哦呀，8.50，还可以调20分钟。哎，网络不好。啊？晓得哈，聊他们线下那有人说那个啊，他们就是旁边员说，他们是那个他师傅就是演奏的师傅小罗团队的。清明了。什么情况就这么早啊？才8点，今天有点早，今天最早的一次。
把提前结束了。他们有到9点。有一去那个去那个去跳舞，9点半要去那边参加活动，一个朗马蹄嘛。对。金海啥子？金海滨吗？金海啥子？那给你最哪个人？欺负，最哪个人？你叫我。现在有几个的？哎，今天9点门市。啊。今天不可以噻。他们也参加那个就跳舞，9点半。我们去拍。我们可以噻，我们看到他在我们这边，我马上赶紧去。回那边。我看的屏幕都让他，都让。哦。那另外子。他已经说完了。哦，他不晓得，他们肯定不晓得。0号的。就是你看，晓得。这个我还会，我之前没那个脚垫。哎，他跑去了找他。走了，他搞病。他那儿去了，有可能那边去耍去了。没有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他明天肉店店，你走哪边去？哦，他有些他要回映秀。哦，走啦，这边我那你过去看他在不在？晓得，我们就是联系。我看到在那个马，我们都让他进去，他们让我走的。哦，对的，你说起我还想起了。对。他能走得去吗？我去找一下走哪门，他们应该在旁边。没有，在这一点。去那看一下。现在卡了吗？不卡吧。福特布。结束最早的一次，应该就是他们有些去那个啥，就是个演艺中心，去演艺中心那边，我去那边看一下。这哪么都是搞去玩的。这打篮球哦，打不是打篮球，打羽毛球的。不会吧？这就走了吧？等会儿联系看。去罗马了吧？应该。看吧。这个是今天晚上嘛？他们这个没说。我看他们今天人家是每晚7点。对啊，就是今晚上收的很早。每晚上9点半。今天这收的特别早。对啊，特别早，就是根据这个嘛准备的。平时起码要调到9点。对，9点10分的，哎，就是因为那个吧。今天我估计可能有活动，要不然他们不会收那么早。去那儿嘛，一样9点都不到就那个。我不知道那个客厅那儿，好像在双联里面，好像。在那儿我搜了一下，在那个万里豪对面。哦。就在万里豪门口那条小路那儿对到那头。去吧，江西汇那门口啊。就是江西汇那个还要朝里头走点。对，他就是那个口子好像。哎。
算了吧，都没。今天那边拍的你妈全跑到那边去了。对啊，哎，我刚才看到那个去罗马吗？才从那儿过来。我罗马那个罗马是扎西去罗马谁跑过来给登真献了几个哈？没拍到的嘛，扎西错没好像是拍到。扎西错那个。哎，对。还有一个是谁？他登真喊我。两个。王家的吃饭了。哎，咱们两他灯牌一样。那几个？我说了。那个没生过。我一个是个高级的花场。因为网络有问题吗？这是100。网络卡吗？我现在用了联通的网络嘞，咋回事？网络卡吗？我等一下，我手机试一下算了。这边看不到我。有一段也没有了是吧？叫仙女，你昨天不是说叫仙女吗？讲是走路啊、街拍啊这些啊，还有很多就发完。太多了，还有很多那个。我以前我这要照片都是照录的屏，我都是截图。他在直播间都是说不知道拍啥了。我都在那个他的直播间都在说，可以拍点生活呀之类的，有人炒菜、煮饭、晒娃娃。我看见了。这个背景全是自行车。每天那开车在那儿过，找那么跳舞的这儿。这儿成网红一条道了，就有这一片。我得把文姐的人拍上去。我文姐那个刚刚开始练，我带出去了，都没会的，我还没练过呢。当时本来这个视频我都觉得上不去的，结果还上去了，还有5万人。哦，那是我看你那个的。是我没拍好。我买了昨天买的鸡，我今天我在家里面飞了一下，我就拿到外面去。我带着他一飞他就往外跑了嘛，我还准备那个他就准跑了，然后就没办法我就没弄，没有试飞。本来上次5一节要拍，本来我的计划是拍那个姚明红的嘛，4个人前嘛。啊。景区的那个关机台全起来，然后就放弃了。就下次人太多了。太多了。我准备抽个时间去外面耍一下，自己拍飞机。川西嘛。本来还计划去拍塔公草原。哦。塔公草原去拍那个嘛，结巴开了个铺子，在路边上。就拍不了大事。哦，他现在那个门面好像是他那个门面，需要做啥子？但把那个碉楼不说拍出来一点。
有点看不掉了。掉的有点多，它都是一样的风格。要针对某一个那个碉楼拍的话，我觉得。有最高的那种。有些金先生那种风格，他专门为了那个碉楼赚钱。哦。主要是那些景，主要是不吸引人。晓得嘛？他就他的出了一个视频就火了，但他的粉丝不是很多。对，基本都是几百上千、一两千那种，突然就拍火了。咋子火了我都不晓得，很奇怪。好吧，这边。这网络不稳定呢，一会儿2兆，一会儿1兆，你管它。哎，网络又卡了，哎，咋回事儿今天？我把之前3个月的视频全部清完了，想发了。为啥这个样子？发了。我手机都全部清的差不多了。像我们那趁着管了我也不挣钱，把那片耍的。我觉得反正利息好的嘛。啊。现在我就是选择性发，利息好的就可以发。拍照都太无聊了，看我拍照都完全都没啥不对的。然后他们自己走路自己拍的话，觉得还可以。都太凶了。好，回头。好，来，你看我走，走。靠近一点，靠近。拍点花絮，
它都是一起嘛。面包有多少家？口流人这个把真真，忙碌有的看他什么做，要么娘不把人都这样，要么娘不把人都这样。打不动啊！这上去真是炸去。转一圈转回来转半主要的看到这儿的是金海龙的健身赛，有时候。应该要去吧。他那在不在？这样吧。带相机没有？没带。啊，你看我那个嘛，我把消息要说过。我去过去，我就过来嘛。但是你们可以给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我都忘了。我告诉你上次跳舞的地方。好的好的，就是上次你跳的。哦，知道了。好的，小力哥，谢谢。一个人，我跟他们一起跳了昌子那边的服装。但是那个没有音乐。好的，明月，好的，明月，好的，明月哥，好的，谢谢。这儿到了，已经过来了，好吧？这儿在这个地方了，这儿。
就这个地方，就在这儿左手边，把喊过来嘛，马上到了，知道吗？这儿已经建了，看到没有？他应该认识一个啊，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了吧？啊，在成都天气将近，我们待了将近1年了嘛，大半年嘛。哎，这儿看看，看，这儿，这边，来，看了你们看没有？对。我看你直播的一个。我这个是我。对啊，你另外一个账号了吗？啊？你另外一个账号了吗？你另外一个这个零号。对啊，哦，就单独开了一个。这好多都应该认识吧？这些摄影的应该都认识吧？认识一点，但是我不敢跟他们搞。有些人早就搞光了。谢谢关注啊，家们，谢谢大家，他们在跳。这边一般排到10点半、11点。因为一般我是10点半走，他们也是11点多左右。成都很热，比我们上面对，肯定热。对，我就是跳了一点点，而且我不会跳的。因为这段时间新的太多了。对，新舞太多了。谢谢大家啊，家们。我还以为是小罗和那个。小罗在旁边，在右手边。在小罗和那个吴京，等会儿要过来，等会儿要过来。他们在旁边也在练舞。他们5月4号有个演艺中心，有请他们。有排练那个。等我把他喊过来吧。过来嘛，咱这儿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好看一点。对，这边看的人多一点。他把你跳一曲。你自己编的舞很多是吧？你自己跳的，对，都你自己跳的。的那个账号里面的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编的。但是我现在一直是没有跳了，忘了。你们那个英雄跳舞的比较少应该，那个地方。有那些就是还是有啊。姐姐有。英雄在跳。也在跳啊。有时候就是卖货，我就自己跳。他们一般跳的是那种。是那手机。我也会跳，都江堰也有跳的。对，都江堰的话，我们离都江堰的话20分钟就到了。可以搬到都江堰下。谢谢大家送的小爱心啊，家们，关注吧，谢谢大家。他们在练对吧？这不是练，就是想跳啥子跳啥子。这个是新舞，对，这叫啥名字啊？搞忘了，叫啥？这个好像新舞，这个很小跳，这跳的。
其实射龙游这的根本都不跳，射龙游我自己炫学的。在罗马那边要跳射龙游嘛，那边跳的连场。跳连场它还长些，对，射龙游的话可以在那边去学。小桌他们还在，还有那个就是桌马，小桌和桌马两个。嘉措不在了，嘉措在酒店就上班了。好像只有他们两个了。桌马说要来成都来，后面一直没来。对，他们前面本来是要来的，然后结果又不能来了。主要人太少了，根本走不开。他也每天要直播的嘛。我最近在娃娃直播间比较多。不然在他直播间里头。他对老家听不了的。你们这儿应该住得很近啊。不近，我现在你在成都，你住成都很近嘛？一直到成都。你现在在成都住这几天？明天就回去了。然后今天晚上还要到那边去，是哪里啊？反正要坐1个小时的车。你和晚上和你好友一起回去。晚上的话，我们住酒店，然后明天早上就回去。因为明天早上在那边发货，要发货。是的，是的。咱这里，爸爸，这个跳得好，哈哈，是汉子吧？汉族。有2-3个老胡是汉族。老胡厉害了，啥舞都会跳。老胡就跟我一起，他看就找跟我一起，我们基本上同时间。他在跳舞，他都没想会跳舞的，他不会看呀，他说看了，当2一跑进去开始，就当天就开始跳。有时间可以经常来这边跳舞。他现在最多的时候减了30多斤，他没去减肥了，他自己就减下去了。跳舞啊？他跳舞自己就减了30多斤，他就长增肥了。现在他没想去减肥，他本来以前只有102左右嘛，减了30多斤下去，他自己把自己吓到了。我以前80